立陶宛前天将其驻华外交官召回，据报是因为中国对某立陶宛人实施无罪拘押。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应称，纯属子虚乌有，并对立陶宛行为表示反对。台湾在11月与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正式开设代表处，相当于事实上的台湾驻立陶宛外交机构。欧洲各国已采取行动，重新采取更严格的措施，以阻止高度传播的欧米克戎变种引发的新一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荷兰率先实施全国封锁。自周五以来，马来西亚的大雨导致河流泛滥，淹没了许多家庭和企业，并使数千名司机被困在道路上。由于暴雨引发的洪水，该国至少有3万人被疏散。总理伊斯梅尔·萨布里亚库布表示，他们将捐赠1亿林吉特，约2370万美元，用于受损房屋和基础设施。英国脱欧大臣大卫·弗罗斯特于12月18日晚间突然宣布辞去职务。根据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办公室发布的辞职信，弗罗斯特表达了他的离职意愿，称英国脱欧现在已经确定。弗罗斯特表示，与欧盟重建关系是一项长期任务。亚美尼亚当局继续推进与土耳其关系正常化进程。据悉，亚美尼亚议会副议长鲁本·鲁宾扬被任命为土耳其特别代表。另一方面，土耳其外交部长恰乌什欧卢宣布，土耳其前驻华盛顿大使塞尔达尔·科里奇被任命为亚美尼亚特别代表。据悉，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国际足联阿拉伯杯冠军庆祝活动中，已有2人死亡，40余人受伤。在首次由卡塔尔主办的国际足联阿拉伯杯决赛中，阿尔及利亚2比0击败突尼斯，夺得冠军。由于俄罗斯、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反对，在日内瓦举行的禁止使用自主武器系统杀手机器人的谈判未能取得任何显著进展。这意味着联合国将继续努力监管无人驾驶、遥控或自主武器。